没有。
这边。感谢你啊！感谢咱由我来，多时间来看明今日礼拜要用的有趣的信息。第一首是信息的第36首，我主要也是记下，咱就三角来对第一站开始。第三站。
就到这，请大家期盼心今日礼拜。多3分钟，我就做礼拜。是准备做礼拜，大家先拿手边仔拐杖，还是拐正经进入吼，咱来禅心。这是正目2分钟。咱来听好上帝话，走啦！
就定我要互恁安息。圣诗即是咱来吟诗学到上帝。圣诗36首，我主耶和华，你名是至圣，请大家起立吟全首。咱有缘听伫用主道圣经来做背咱的信仰。我是上帝，上帝，我是你的主宰，我是你的主，来主，对你的爱，对你的爱，你不必要有来说，并且喜欢什么路，那是你想的。是咱来领受上帝的话，体验文，咱做伙来体验。这体验文第14篇，24天的84篇，我来替大家来念。万军的耶和华，我的心情愿无耶和华的道理照分去。万军的耶和华，我的王，我的上帝啊！囝仔为着家己找着父囝的手，徛起伫你的厝，会去互人有福气。伊的力在于你。伊经过流目屎的山谷。互伊变做水泉的所在，伊哪行快乐哪加天。万军的上帝，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祈祷。做阮的顶台上帝啊，你着看。
伫你的电池带一日，较好1,000日。因为耶和华上帝是日头，是盾牌，伊袂咱留一项好物。万军的耶和华，祈祷，咱做伙按头来祈祷。万军的耶和华，我靠你的人真正有福气。当阮行过流目屎的山谷，你也甲阮伫地，你会互阮变做水泉的所在，阁有秋天的雨的福气，甲阮看满，互阮的山谷变做稳定祝福的山谷，互阮变做会当将你的福气，阁来祝福阮身边的人。你要上帝，当时你嘛看顾阮的身躯，当阮的身躯一日一日衰微，你有阮保守看顾阮，你阁再一摆，互阮会当做伙来到教会来敬拜你，互阮伫咧任何的时刻，拢会当较无来敬拜你，互阮的身躯会当得到快乐，心灵得到保障。教会兄弟姊妹有人伫咧厝疗养的，有林太平、马来金、钟正胜、郑明霞，嘛有住院的吕豪兴、曾文德、甲洪妈妈，请天父上帝怜悯天地因，赐平安互因，也带领若靠教会继续会当对主的脚步，继续听厝边、听社区。互教会社区传道的这事工，会当继续将天父你的名分享予社区，传播好消息，帮助需要你的人。接落来，我嘛求你保守看顾台湾以及世界，会当行伫咧你所引出的正道顶面。这济祈求，只是我要用主，你教是阮的祈祷文来完全。愿天地万变良善，越动越高，越旨意行，你的越是意。我的旨意也是我，下面我的国，亲像我下面国外人，我并朝我的旨意，就是我靠最爱，因为我的天灯空气有带来的旨意。圣经，咱来看圣经，路加福音第1章46节到48节，46节到48节，咱做伙来看。玛利亚讲：我的心尊敬主最大，我的心因为救我的上帝来欢喜，因为伊看过女婢的卑微，对当以后万世代要讲我有福气。赞美。至大主上帝，请圣愿为传咱来学乐。
讲到尊主最大，咱请因大师来甲咱讲。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会当搁变来到上帝殿边来敬拜我们主。感谢主，互咱会当伫即个礼拜中间有主会听甲咱三甲主题天气有风雨，嘛有出日。今仔日咱看即几工
就是风较透，所以咱出去台湾注意这个风真透，总是咱会当感受到这个夏天在要来，夏天在要到，所以主嘛保守咱做兄弟姊妹，互咱出去台湾，当会当这个平安，有喜乐的心，来祈求上帝行。今仔日我用这个题目顺序做段，有甲兄弟姊妹三感来分享。在开始之前，希望请咱大家阿头来祈祷。感恩的主，我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主，伫你的施果下面，阮得到平安。主，我感谢你，虽讲有时阮有缘会有做困苦的事、恶担当的事，伫阮的生活上，无论阮的心心灵，拢有时受到损伤，总是主，阮定睛伫你的施果下面，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会当来感受。经验上帝你无比的疼爱，主啊，阮搁一遍来为你伫上帝你的地方来敬拜恩你，阮要透过诗歌，透过听牧师的讲道，也就是上帝你的话语来开听伫阮的内面，为主你保守带领，讲的听的免会得到利益，感恩由洪主耶稣得圣名，阿免。今仔日今仔日用这个题目尊主做大，感谢姊妹来。透过这段的经文这个路加福音第1章46节到48节，这是这个玛利亚伊受到启示了后，伊的心境，伊的心境，这个心境真正是真特别，真特别。用伫现代，我相信无一个人会当接受这个怀孕这件代志。而且是还未这个结婚伫咧当当时，伫咧当当时的迄个时代，所以还未结婚怀孕，而且是性事怀孕，所以这个过程中间，我相信玛利亚的压力一定足大，伊的压力一定足大，所以要思考人即个兄弟姊妹有时咱伫人生的过程中间，也就是安尼人生。什么才是真正人生的迄个中心？咱想看嘛，什么是你我家己本身，你会当通思考一件代志。什么是咱人生真正的中心？你的人生一世人咧打拼，努力是为着什么？食酸粗饱吗？还是搁较有成就？互人学乐？我相信这就是咱在迈向对少年一直到即马即个年岁，有的人40岁、50岁、60岁、100岁，这个过程，我相信咱每一天拢是无闲，咱每一天拢是无闲，无闲啥？无闲工课，无闲家庭，无闲囡仔，无闲学师，无闲迄个人际关系，甚至甲无闲一个坎站，连家己拢袂记你讲到底我为什么来活？我是为谁而活？我是为什么来活？有的人把迄个汉钱放大，有的人把民主放大，有的人把家己的感受伫遐来放大，有的人把别人的眼光伫遐来放大，今仔日有一个人在嫌我，我就安怎规工安尼真不准，别人的眼光，我感觉今仔日安怎，某人也是啥，家己的迄个感受。放大，民主、趁钱，所以慢慢渐渐，咱就会发现一件代志：人若无有将上帝放伫咧咱的生命内面，真紧就互世界安怎牵咧走。咱说书，咱接受基督徒呢，即个兄弟姊妹，咱说书无有将上帝放伫咧咱的生命的内面，真紧就互世界伫遐边仔牵咧走。人讲啥物，咱就去信；人讲安怎，咱就去做，目的是为着啥？你也清楚，咱就清楚。所以今日这段的经文内面是玛利亚听去以赛报这个消息报喜啦，报这个消息所唱出来的歌所唱出来的歌咱教会通常将这段经文称作尊主颂，尊主颂，玛利亚的尊主颂。所以真特别的是讲这段的话的人，
毋是真伟大的君王，嘛毋是祭司，是一个真少年，真平凡，甚至安怎人看袂起的迄个咱讲装脚的查某囡仔，但是伊却讲出即句遮尔震撼的话出来，我的心安怎尊主最大，我的心尊主最大。这毋是一句迄个敬拜的词更较是一款的咱讲迄个信仰的态度，信仰的态度。所以，真来人弟兄们，真正有福气的人，真正得到迄个福气、丰富的人生，毋是家己伫遐自大，伫遐自我中心，是安怎？上帝真做你信仰内面伟大迄个，上帝变大了，意思是安尼。所以透过即段的经文，是讲第3节，要来思考3件代志。尊主最大的人会安怎？会看到家己的有限，会掠上帝正做真正的记录，性命会当成做别人的祝福。这3款，咱要牧师伫遮要甲兄弟姊妹做阵来分享。头一点要甲兄弟姊妹分享的，就是尊主最大的人，就是看到家己的有限啦，看到家己的有限。玛利亚讲啥？因为伊顾念爱念伊的思女的卑微，欢喜圣经是安尼讲，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顾爱念思女的卑微。头一句就安尼讲玛利亚虽某伫遐伊无有大声夸口，家己讲，哎呀，我是一个真好的人，有能力是偌上灵，是讲偌优秀。伊无安尼讲，伊反倒对心灵讲是啥卑微，我是卑微。亲爱的弟兄们，这个很不容易这无简单因为咱人的天性，拢家己爱小可放一下，是毋是？咱拢无得较会安尼啦，小可放一下。牧师咧牧会拄写嘛是的，咱咧同学咧牧会咧讲，你教会偌济人，阮教会偌济人，阮教会有啥物，款的活动，阮教会拢总有咱有拄时会有迄个放大自己，迄款的会过，所以这我相信这是人的天性，咱真毋茫当然咱拢真毋茫别人看到家己的牛看到家己的好，咱拢真毋茫别人学好。咱拢真毋茫互人肯定，咱拢嘛真毋茫互人重视，但是有拄时久学使久有拄时嘛会变成做可能我真重要，可能我真重要。所以玛利亚知影一件代志，若毋是上帝的恩典，伊什么都不是，啥物拢毋是；若毋是上帝的恩典，伊啥物拢毋是。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要尊主最大进前，咱往往爱大心看到家己的渺小，看到家己的有限。咱爱特别，咱要尊主最大的过程，迄个大心，咱先爱审视自己看咱家己，所以人上大的问题就是我拄则所讲过，常甲家己放大，常甲家己放大，所以。当甲夏娃犯罪的心态就是安尼想要甲上帝同款，所以人对爱地乐园开始就欢喜家己做主人，所以很容易咱人就安怎，就会当我家己决定我人生的方向，我家己要决定迄个价值观的标准。我家己要来决定迄个善恶是啥物，我家己要来决定啥物是上重要。所以咱真紧就会陷入去款生活的思考啦。即款的我家己，你来看一个细仔囡仔，拄开始会晓行路的时阵，伊就开始有即款的倾向啦，是毋是？伊会晓行，袂晓行，就是咱较牵嘛。开始会晓行，小可会晓行，小可较稳啦。咱要甲牵伊手会安怎？会飞掉呢？是毋是？当然拄较大汉，是老师说对不对？等伊出来伊讲，
爸爸妈妈，老师说什么什么，哦，老师说什么，哎，过来是变哪？讲，我觉得，哦，为什么？哎，开始咱看人的这个过程，发展的那个过程，所以久下来，甲咱即摆，比如讲咱伫家庭内面，咱伫教会咧服侍，久下了后，上帝无要甲变成做咱人生的啥配角、配角的。有一寡人平常真少祈祷，拄着困难的时阵，甲安怎？甲想着上帝。有一寡人需要祝福的时阵，甲来教会。有一寡人信耶稣、信主侪年啊，但是生命的中心还阁是啥？还阁是家己。嘴内面伊遐讲我信主，我是信主的人，但是实际上却是尊家己做大啦，尊家己做大。即个咱因为这是伫咱做信仰的反省。伫今仔日牧师搁一遍提醒咱以外，搁一遍提醒，咱有些时常是尊家己做大。所以真正谦卑的人，我相信应该是迄个真紧就会当经历去看上帝的恩典。伫迄个经历上帝恩典的过程中间，互咱来学习安怎样真实的谦卑。所以圣经内面，上帝时常用遐个知影家己不足的。伫圣经内面记载太多咧，哇，有几个咧，摩西讲伊家己安怎，喙真含慢讲话，彼得家己感觉真渺小，彼得300唔是主，使徒保罗讲啥？我是家己罪人中的啥罪魁啊，罪人中的罪魁，保罗甚至是安尼讲。但是亲爱的姊妹，你有想到，伊其实阁有真侪个咧，上帝偏偏都是爱使用这款的人，真特别。因为当人伫遐心灵讲我无法度的时候，我袂使的时阵，我袂话的时阵，才会当真正去倚靠上帝。所以有真侪时阵，其实兄弟姊妹，咱太有把握的，是毋是？咱有真侪时阵，所以无需要上帝。咱太有能力的，所以无愿意祈祷。咱太有经验的，所以无搁超出上帝。即个兄弟姊妹，这是人生同危险的。迄个是人生同危险的是，毋是乱种软正的时阵，才是同危险的。是安怎？家己掠真过，我还阁真强，我还阁真厉害，我还阁会当。这毋免麻烦世人，毋免麻烦上帝，甚至最后是安尼讲：上帝啊，这世件代志，我来处理就好，我来来做，安尼就会使。咱转来到迄个亲子的关系，有阵时嘛真微妙有一寡爸母真爱真疼囝，当然这无可厚非无问题。但是迄个控制欲望嘛真强。囡仔要选学校，特别是即马做一甲做昨入咧高中的考试，过来就有大学甄试，等个做考试。囡仔要选学校，爱照爸母的意思。工作的时阵爱照爸母的期待，连婚姻嘛替囝儿来决定。表面是啥？是疼，但是实际上是将家己安怎的想法放大。所以真正存储最大的人，其实咱做伙来学习啦，学习安怎学习放手，学习放手。我的囝最近甲讲一件事，伊讲爸爸我要去烫头。我是毋知要安怎甲回答。我爸爸话我当然我那有什么就去烫就好了。我讲可能较古板啦我就话讲你用球毛像我球毛，就免做烫头发。你为啥要烫头发？我都是安尼信用，就是安尼，咱甲上帝讲，上帝有时啊，嘛是安怎，嘛是透过无相款的方式，
迄是咱帮助，但是咱要安怎？我用最近有一个软体嘛，我就家己个面放喺软体啊，啊你烫头发变安尼，会变安尼，会变安尼，伊嘛是坚持的现在兄弟姊妹，有时啊咱嘛是会安尼坚持，是毋是？现在兄弟姊妹，即使咱也会当要思考，咱尊主做过来人，咱学习一件代志是放手。迄个放手，无得讲，毋是烫头发即个问题啦这是真家庭式的一般咱家庭生活啦。但是真正尊主做大的人，爱想一件代志，这是我看到阮厝内面囡仔咧成长的迄个过程。后来当然，这咱拢知影，但是确实没办法放手囡仔毋是，因为咱知影讲，囡仔毋是属于我的，是啥？是上帝托付交托的。囡仔毋是属于我的，哇！这是真大的信仰反省是上帝所交托付给我。所以对于信仰的部分，对于生活的部分，愿主来帮助咱做时代家长的咱的兄弟姊妹，要安怎样，甲咱的下一代有真水好好的信仰的价值教师学习，这真重要。所以有的人工作真成功，但是愈成功脾气安怎愈来愈大，工作真成功当处长啊无问题啊。但是脾气愈来愈大，别人袂当批评，袂当失败，不能丢脸，因为家己愈来愈变真大，太大了变太大了，所以家己愈来愈大。但是人生有一天，其实亲爱的兄弟姊妹，咱会发现讲，更较厉害的人，有时啊嘛会安怎有无能为力的时候是不是？确实有影，更较厉害的人。嘛会有无能为力的时阵，病痛来年纪到，关系破裂，才知影讲，哎呀，人其实有限，你我但容易。我咧感觉，这个时阵咱若愿意谦卑来甲主的面前，咱性命。反倒等咱真经过信仰的思考、信仰的反省，咱的性命反倒等会当得到人生的快乐，人生得到快乐。所以尊主最大的第一步，亲爱的姊妹，就是放下自己，咱讲看无家己，看到家己的有限。尊主最大，毋是唱诗歌安尼唱的，就好啊。是逐工爱问，咱逐工爱问，主啊，你的心意是啥物？主啊，你的心意是啥物？毋是讲，主啊，我爱啥物？是讲主，你爱我怎样做？主，你爱我怎样做？毋是我高不高兴？是安怎？是讲是即件代志是毋是荣耀上帝？咱做即件代志是毋是荣耀上帝？所以当人愿意将生命的主权交给上帝时阵，上帝才会当真正做王。咱的生命的主权交给上帝时阵，上帝才会当真正做王。亲爱的兄弟姊妹，这是一个真大信仰的反省。求主来帮助咱。尊主最大的人来先安看到家己的有限。第二点要甲兄弟姊妹分享的是，尊主最大的人掠上帝来吃做真正的喜乐。哇，这佫较无简单，佫较无简单。玛利亚煞接讲，我会能掠上帝，我的救主做喜乐。咱要注意伊毋是因为环境伫遐来喜乐、来快乐，是因为啥？因为上帝来快乐的。亲爱的兄弟姊妹，这真重要。因为真正的喜乐，毋是对环境来，是对上帝来。所以世界互人的快乐其实有嘛但是真短，是毋是？真短，一万年久就过去啊。所以真侪人把快乐建立伫外在的所在。
有钱就快乐，啊，升官发财啊就快乐，哦，啊，囡仔考好会学校啊就快乐，哦，啊，身躯勇壮健康啊就快乐，啊，别人伫遐学乐啊咱就快乐，哦，真多太多咧，啊，这些拢毋是毋好，即个兄弟姊妹拢毋是毋好，但是问题是，这个物件拢会当改变，吼，这个物件拢有可能会改变，哦，有可能会改变。较是有影嘛，今仔日趁钱，明仔载可能失业；今仔日健康，明仔载可能患病；今仔日互学乐，明仔载可能后面就有人批评啊。所以，咱若喜乐，建立伫迄个外在的时阵，人生就会忽高忽低，忽高忽低。哦，因为你太在意了，太在意自己的表现，家己的表现，迄个感受，别人对我安怎看？现在兄弟姊妹，玛利亚其实无轻松呢，伊无轻松呢。真侪人了解叫玛利亚真幸福，但是咱有通袂记，伫咧当时迄个环境、迄个文化、迄个年代，伊还袂结婚就怀孕，无像咱即马的思想已经转变了，是毋是？哦，咱是毋是到尾因为爱持守一个，帮助帮助咱？会当悔改，开真捌遮。玛利亚迄个时阵无结婚就怀孕，伊一定互人误会，哦，用仔话一定真多，甚至安怎被羞辱。所以伊未来的人生有简单无？不容易啊！伊未来的人生。所以伫迄个过程中，咱会当思考，想迄个玛利亚会真紧。伊虽讲拄着遮个情景、遮个过程，伊无得较无甲别人讲，但是伊安怎？遮个环境对伊来讲，伊犹原讲啥？伊犹原讲我灵以我上帝的救主为乐。我的灵掠上帝，我的救主最欢喜、最喜乐。是无简单，因为伊知影上帝甲伊同在，伊知影上帝甲伊三甲伫地，真正的喜乐是伊知影伊家己互上帝听。真侪人外表真快乐，但是心内面一定真空虚啊。咱讲学生囡仔，还是讲咱兄弟姊妹吼。一直滑手机，一直滑手机哈，一直买东西，一直吃美食，一直旅游，但是仍然觉得感觉迄个孤单犹原在，因为人的心真正需要的，毋是孤独的，是啥？是上帝，是上帝。亲爱的兄弟姊妹，有一个哲学家奥古斯丁伊捌讲过，咱的心若无安歇伫你的内面，便不得安息，吼。咱的心若无安歇伫上帝内面，咱就无法度得到安息。所以兄弟姊妹，人真正的平安是知影讲，毋管人生如何，上帝犹原听我。哦，毋管人生如何，上帝犹原听我。哦，信仰毋是伫遐苦撑着哦，紧紧的，毋是信仰是伫遐真辛苦安尼紧的。哦，亲爱的兄弟姊妹，有一寡基督徒互人的印象就是很严肃，很沉重，很苦闷。亲爱的兄弟姊妹们，圣经内面真正拄着主的人，真实拄着主的人，伊时常是充满喜乐的。咱会当对咱信仰的这个前辈来看，咱就会当知影。哦，有真侪对咱南北教中这个教会这信仰的前辈，哦，已经去上帝遐信仰的前辈，咱若目睭开开来思想。因遮个信仰的立场，我无要举出来，但是咱就会当思考，哎呀，真正有个人是时常充满喜乐，时常充满感谢。你看，使徒保罗伫家教内面，伊安怎？伊犹原伫遐咧学乐。哦，遮个使徒伫咧当时伫压迫的时阵，因犹原喜乐欢喜。哦，即个哈巴谷。哦，旧约内面，哦，伊迄个无花果树，
无发光，吼，无开花，就无开，吼，由原要因为安怎？因为上帝来喜乐。哇！因为喜乐毋是因为环境的顺利啦，哦，喜乐毋是因为环境的顺利，是因为伊知影上帝掌管。即个也是因为咱知影一件代志，上帝掌管。生活内面有真侪好的见证，无必较有一寡中过，虽然辛苦无好，但是有缘逐工伫遐感谢上帝。有人问讲，你哪会阁笑会出来？你3个字吐啊，你阁笑会出来？伊讲因为上帝阁互我今仔日，即个也是因为这就是信仰。真正有主的人，目屎还阁滴的时阵，犹原心内面有迄个愿望。哦，总是伊目屎还阁滴，还阁咧流，但是伊心内面有愿望。有一寡人家庭经历迄个困苦困难，但是却因为做伙伫遐来祈祷，关系反倒更搁较亲密。因为当人甲主放大，问题就会变成做生命的传播。迄个问题会渐渐摆后面。问题依然存在，但是毋是放伫咧头前。尊主做大，就是互主成做咱喜乐的来源。哦，尊主做大，就是互主成做迄个喜乐快乐的来源。所以，亲爱的姊妹，有拄时啊，咱毋是无有信主，是抑阁有别项物件比主搁较重要，所以会变安尼啦。吼，有拄时啊，毋是咱无有信主哦，亲爱的姊妹，有人甲金钱看得搁较重要，甲民主、甲数字、甲手机啊，甲工作，哦，靠啊，比主搁较重要。但是真正尊主做大的人，是会甲上帝放伫第一位。因为知影只有主才会当真正无改变的迄个喜乐伫咱的心，伫咱的生命内。亲爱的姊妹，这是道理吗？我相信咱应该会当去实践、去经历、去体会。咱伫若到基督长教会咧聚会时，咱伫小组咧聚会，咱伫团结咧聚会时阵，咱就会当看得出。什么款的兄弟姊妹，因伫信仰的生活内面，尊主最大，也上帝真正会欢喜、快乐、喜乐。最后一点，我甲兄弟姊妹分享的，尊主做大的人，会当咱的生命成做别人的祝福。哦，咱的生命成做别人的祝福。玛利亚最后讲对答了后，万代要称我做有福气、有福啦吼。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了。哎，这真有意思哦，真趣味。当玛利亚愿意幸福、愿意顺服上帝时阵，伊的人生毋但是改变家己啊，嘛影响历史啊。哦，咱即摆咧看迄阵仔的历史，迄阵仔的记载，咱就会当真清楚知影，耶稣基督正着伊来到这个世间，成做万百姓的救主。所以真正得着福气的人，毋是干那想着家己，毋是干那想着家己。我拄则第一段开始捌分享过，即摆现代人真重视我嘛吼，自我，哦，自我，哦，我要开心，我要自由，我要成功，我要过好日子。哦，真侪训练的迄个心灵训练的拢是安尼嘛吼。有一遍我开车经过迄个松江路迄个所在，啊，伫迄个公园，遐我就看到出侪人伫遐，哇，伊遐一个小组的小组安尼围起来，哇，遐别画。我到画咧老师，哦，我想迄个一个所谓的什么心灵成长的课程然后你要画，哦，老师，哦，我要开心，我要自由，我要成功，我要过好日子，哦，你要咧画，现代人真重视这个，所以其实有真侪发展嘛，连心学嘛有发展吼，哦，人讲发展什么心学，成功神学。哦，愿主怜悯啊吼，帮助咱，咱所有的一切必须都是对主来。圣经内面的福气，若是家己过得好，圣经内面的福气，真正蒙福的人会当成做别人的祝福。一个尊主最大的妈妈，哦，其实有一寡
哦，妈妈一世人无做过啥物大诶事，但是伊安怎却逐工为着家庭而来付出。透早起床煮饭，囡仔破病规年无困，每一工为着囡仔祈祷。啊，囡仔大汉了，才发现讲原来妈妈诶信仰是厝内面上大诶祝福。咱看到咱诶信仰诶珍贵，真侪做母亲诶，才会信仰诶珍贵，也就是安尼来个，因拢点点真真，伫教会嘛是同款，伫厝内面搁较是安尼吼，透早吼，囡仔安怎吼拢为着遮个厝内面诶人祈祷。哦，妈妈诶信仰是厝内面上大诶祝福。有一寡人现在会当稳定咧聚会，咱愿意伫遐落西。我相信背后无得讲拢有一个默默流眼泪祷告的母亲，或者是阿嬷，或者是咱的信仰前辈。这个人无一定册读真济，但是因却用性命活出迄个尊主最大。我阿公我就想着我的阿嬷吼，伊的见证我已经定定甲兄弟姊妹讲，我就无要阁讲。一个愿意服侍的人，嘛会影响别人。哦，咱知影教会内面有真侪咱讲不起眼的人啊，不起眼的人，有人伫遐默默的收椅子、收椅啊，有人伫遐默默的扫地、扫地，有人伫办地点，有人关心新朋友，有人探访这个长辈。看起来敢若无啥物，但是这样的服侍其实拢在祝福人，都在祝福人。有当时啊，真来兄弟姊妹一句关心，无得卡到会当救转来一个回心的人，一个拥抱，可能会当安慰迄个破碎的心。真来兄弟姊妹，尊主最大的人，不会只想讲我要得到啥物啦，会开始想讲我会当为主做啥物。亲爱的兄弟姊妹，你我咱会当有主是做啥物？玛利亚的顺服改变整个世界。即使玛利亚当时敢若想着家己可能伊拒绝啦，伊会拒绝，因为伊知影迄条路无好行啦。但是伊愿意学习顺坦顺服，上帝就透过伊承受迄个伟大的工作。所以真侪时阵，咱了解着家己真平凡，真平凡。但是，只要咱愿意互主来使用，平凡的人嘛会当成做别人的祝福。一个主日老师，伊可能影响囡仔的一世人。一句鼓励的话，可能会当改变一个家庭。一摆的探访，可能互人搁一遍重新转来到教会，所以不要小看自己，唔通看轻家己。当咱尊主最大的时阵，上帝透过你我，咱就会当互别人得到迄个稳定。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最后有事要分享的就是，安尼咱搁一件事，有些人伫你生命内面上大的。所以今仔日的问题，毋是你是毋是有信主是些人伫你的生命内面上大的。是金钱吗？是民主吗？是情绪吗？情绪是工作，或者是上帝。所以玛利亚的生命提醒咱，真正丰富的人生，毋是家己变大伟大，是愿意互主做王，就会学习谦卑，就会学习得到真正的喜乐，就会成做别人的祝福。毋通咱每一工拢会当亲像玛利亚安尼来讲，我的心安怎尊主最大，我的心尊主最大。有三个题目，咱会当思考一下。伫我的心目中，第一点嘛，伫我的心目中，上代志同样以取代上帝，成做咱生命的重心。咱会当家己思考。第二点，当咱环境无好的时阵，咱是毋是永远会当掠上帝做喜乐？为什么？第三点，我会当安怎伫个家庭内面、伫教会内面、生活内面，成做别人的祝福？这三点，咱兄弟姊妹，咱等伊了后会当来思考，会
当甲牧师讨论、表示讨论，也伫姊妹互相伫即礼拜中间嘛会当来讨论，愿主来祝福，帮助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今三个暗下来做。听阮的主上帝，感谢你透过玛利亚的生命提醒阮，真正有福气的人生，毋是高估家己，是尊你最大。主啊，阮心灵真侪时阵，阮将家己看得太重要了，甲世界的代志看得太大了，阮就忽略你伫阮生命内面迄个位置。主啊，求你赦免阮的骄傲、自我，甲阮无顺服，帮助阮来学习谦卑。愿你将生命的主权用重新交伫你的手内面。当我面对压力的时阵、困难的时阵、不安的时阵，求你互阮知影，真正的喜乐，毋是对环境来，是对你来。主啊，我嘛恳求你，互阮会当成做别人的祝福。无论伫家庭、伫教会、伫阮工作的所在、社区，拢互阮会当来活出见证，互人因为阮看到你的疼。愿阮逐工拢会当真真正正来讲，我的心尊主最大，我的灵也上帝，我的救主诚做基督。安尼讲，恳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是咱来回应上帝话，圣诗，咱来用圣诗250首，救主耶稣万福本愿，请大家起立，吟三首。欢迎你们，每次都可以来到我们当中。应该是黄伟介绍，对不对？你是做美容的，欢迎欢迎。好，今仔咱来看本回消息。第一点，下主日下晡1点，就要开下伫个就伫个董事会，董事会了后会召开小会，请咱逐工有热心来参加。
第二点，咱请兄弟姊妹若是有用转校的方式来奉献的，一定爱会记甲咱的教师嘛，甲咱的会家刚刚来讲吼，啊嘛会爱甲因讲是什么要奉献什么科目，什么科目啦吼，啊奉献爱甲咱的刚刚来讲吼。啊，咱第三点就是咱小会有同意讲，这个礼拜六吼9点到16点，就是9点到下晡4点，要甲3楼的咱的礼拜堂来祝福咱的台湾长老教会客家宣教中会，因要来举办那个敬拜课、敬拜上的培训会的这个活动。啊，咱教会敬拜团嘛是有受邀请来做示范。吼。第4点，咱下主日杨牧师会前往文化教会来主持圣礼典。啊，咱第一礼拜有邀请杨牧师来咱遮来讲道分享。第5点，咱本地的项目小组有3组，咱嘛有来做过几个礼拜，嘛请大家呢继续来关心来岛，来当来带你的新朋友来参加。啊，咱第6点就是咱的社区传道组嘛有成立，咱的喜乐社区关怀站，吼，啊这嘛是有报几个礼拜，嘛请大家搁继续来关怀大岛。咱即马是伫拜三早起的时阵吼，我应该是讲咱的新朋友啦，来咱中间的嘛愈来愈侪啊，因为拜三这个时间，大家搁会去互相介绍，所以咱来到咱中间嘛真侪人，真感谢主。啊，咱社区传道的这个时间啊，搁有咱的周末儿童营嘛继续在办吼，咱的每一个拜六下晡，咱的社区的小朋友会来到咱的中间，已经7个礼拜啦，搁有初步的礼拜，每个礼拜拢有带这社区的小朋友来做祈祷，来看圣经的故事，互因入捌上帝安尼，嘛是真，互因会当来接受着咱的上帝的听下。关怀大岛的部分吼，伫咧厝的调养的兄弟有林太平，搁有马爱金、甲庄正胜、甲郑明祥，吼，咱有大岛。住院的吼，搁有李豪兴，甲曾文德，搁有咱黄本展弟兄的妈妈吼，因搁伫咧住院。李豪兴是第二摆，已经出院啊，搁第二摆搁住院，咱嘛做伙来关心。爱着着就是大岛。咱若是有奉献，咱周报才有奉献的报告，也是讲咱的时间，一个时间的，即拢有登记伫顶头吼，咱请咱家己来看吼。若是奉献，若是有数字敢怪怪，会当来找咱的会计刚刚来对吼，好。咱即时要来看根据，吼，咱的根据咱要来看路加福音第1章46到70，咱做伙来读咯，预备来。咱搁一段过来。玛利亚母，我的主对我，爱情救万奉献，是咱用奉献回应上帝，咱请负责来大家来服侍。
言，圣诗511首，阿罗上帝至权至尊，上文了，请牧师为咱引导。当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地上帝疼他、圣神的相公，甲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三甲地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热倒，请等后头结束，才出来互相行一下礼。